恭喜發財！我阿 Sam 祝願各位香港運動員喺馬年旗開得勝，馬到功成。中國香港智障人士體育協會乒乓球隊嘅6名運動員喺農曆新年期間出戰假澳洲黃金海岸舉行嘅2026澳洲殘疾人乒乓球未來賽，最終憑住黃婷婷於女子 TT11 單打賽事中為香港奪得一面銀牌。而溫偉樂同埋范家豪於男子 TT11 單打賽事中8強止步。中國香港智障人士體育協會乒乓球隊跟住落嚟將會出戰喺3月11至到14日假波蘭北雅迪斯亞沃沃舉行嘅2026波蘭世界殘疾人乒乓球挑戰賽。今集就去到呢度，如果想收到我哋最新嘅資訊，記得訂閱、讚好同埋追蹤我哋全球使者部落嘅社交平台啦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